去年10月底，府城赤坎万圣节伫咧全美戏院头前封路举行，请真侪人来参加。不过在地住户说讲，封路害因出入是无方便。即马赤坎商圈伫8月初要来举办生活节，住户是建议讲会当刷去较空旷所在举办。商圈表示，即届活动规模会缩小，也含住户协调，减少因的无方便。 今日5月14日单位有家长团来表演，去年由赤坎澎湃商圈办的台南万圣节，有影办甲真闹热。活动迄当阵对樱花路极端，并环路甲民生路，计将伫假日2天封2个青红灯路口，造成附近交通受影响。商圈按算今年8月初3、初4要搁办生活节，即阵毋有在地住户烦恼到时出入无方便，就连书店不标嘛讲加减影响着。赤坎外口计用行这是要哪搬啊？所以足无方便啦。 啊，个观光客来吼，足济吼，啊，拢车活袂停。排队以后无人来啊，啊，影响到你呢啦。什么这大家嘛错。哦，你写拢无人哦，啊，毋是讲这会带动恁的商圈。一个蚵仔喊做人滚鸟桥都歹入个，就袂得入个。路拢做细条，有可能会影响到民众万不幸也是消防安全的问题，因无法度得到及时的急救，有可能会造成性命受到灾害。去年万圣节涵盖着赤坎里甲南美里的路段，尚无影响60户徛家。封街2天的周边交通案件有10外件，平常日加真济。赤坎澎湃商圈回应，今年生活节会缩小规模，封街长度减一半，因卖去参住户协调，甲影响降到上低。那经发局指出，会邀请相关单位来会勘。其实他们提供的就是说相关的周边的譬如说指示牌、垃圾的部分，还有就是说指挥的人员，他们里面都有带到。在清洁跟打扫，还有交通管制的部分，人力都多了1倍，做一个垃圾减量跟垃圾分类，然后让居民们可以感受到说，我们办活动也有照顾到他们的心情。赤坎澎湃商圈的活动主要是希望带动经济发展，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不过在里面也是建议因会当找空旷场所来办甲特动，嘛甲袂影响大家出入的权益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